10年前嘅夢到而家做仲有冇意義呢？我終於去澳洲遊學啦！啱啱收到個 arrival pack， 我見到學校有一齊煮飯嘅廚房，一齊睇戲嘅 screening room， 真係冇諗過30幾歲仲可以體驗學生生活啊！遊學咧一直都係我畢業之後好想做嘅嘢。我 search 翻個 email，2015年我嗰陣報名參加個叫 Be Somebody 嘅比賽，就係贏咗可以去遊學。咁當年比賽咧要答一條問題，3件想喺遊學入面成就嘅事。其實3年前咧我都去過巴塞隆拿學西班牙文，但係回頭望咧，我成日都係匿埋間房嗰度食辛辣麵。咁所以今次咧再有機會，我要用翻大學時候成日講嘅 step out your comfort zone， 唔拒絕任何一個識新朋友嘅機會，參加所有課外活動，交流嘅時候深入認識每一個朋友。細個嘅時候有夢想冇本錢，大個咗有啲本錢啦，但夢想咩嚟㗎？食得㗎？你又有冇啲10年前嘅夢想到而家都仲想做呢？唔講咁多啦，我而家要做分班試，話 follow 我嘅遊學團體驗，睇下我今次可唔可以突破到自己啦！準備咗呢一個學生 look，大家點睇啊？